环境部伫今年规定，15间的连锁业者要有3成门市提供循环杯服务，来达成用一摆就拼掉的杯仔减量25%的目标。不过前2年，一半以上业者拢无达成目标，民众就讲，惊这循环杯仔洗无清气，而且烘杯仔机台无济无方便。环境部表示，会继续想对策，提升民众的使用意愿。扫 QR code 甲杯仔弹落，就当甲循环杯烘落去。环境部自2023年开始推动循环杯的计划，今年要求15间的连锁业者要有30%的门市提供循环杯服务，买伫今年达成100成杯仔减量25%的目标。也毋过2年落来，有9间的业者拢无达成减量的目标。不知道它洗不干不干净啦，而且好像蛮麻烦的。它是用机器嘛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比较。还是没有像人直接用力去洗还是干嘛的比较好。它这个循环杯的占点也不是很多。民众表示，目前对循环杯的卫生也有顾虑，而且占点少，嘛互烘杯仔变甲真麻烦。业者回应，洗杯仔的过程拢是照环保署的规定，嘛有上 SGS 的认证，未来会加强宣导，互民众消除对环保杯卫生的疑虑。另外，机台目前分散伫台湾各地，反倒等互民众感觉无方便。希望政府未来会使考虑先把机台集中，因为门市已经分散出去，导致借用量不高。如果用量不高，那设一个新的点可能没办法去维持。环境部回应，因会继续推动系统的改善，提升密度，卖伫封闭场所推行，鼓励业者主动提供优惠，让民众愿意使用。咱会鼓励业者提供优惠，卖推动像电影院、棒球场这款所在来使用。环境部嘛表示，因为目前循环杯的成本要真悬，无法度硬性规定业者爱提供优惠。也毋过希望透过当年规定业者提升循环杯的比率，增加民众使用的方便性。记者桂宗林、贾桂林台北报道。